今年气候热热，草木发了无好，因为果子农采用无毒种植，会当使用的防治方法嘛较少，限制嘛真济。就是天气热，歹顾，顾无啥会水，咱用无毒的无较。就无咧用化学农药。另外，嘛果子园感染到真济病，而且有药伤、悲伤的情形。就今年的草莓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所以它的病就是慢慢的都一直上来。为了了解草莓园病虫害，大良区农改场病害专家来到草莓园会勘，找出原因。专家嘛教农民改善种植来减少损失。今年国性福居草莓园病虫害情形大约害3成左右。后礼拜农业会农粮署嘛派人来到这评估，看敢有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。如果说哪些例子像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